我哋每日都要進食。點解食物對我哋咁重要？食物可以為身體提供7種必須嘅食物物質，用於活動、生長和修補組織，以及保持健康。7種食物物質分別係碳水化合物、脂質、蛋白質、礦物質、維生素、食用纖維同水。碳水化合物係身體活動嘅主要能量來源，包括單糖、雙糖同多糖3大類。單糖同雙糖都稱為糖，帶有甜味。佢哋存在於水果、蜜糖、牛奶等食物之中。多糖係體積好大嘅分子，例子有米飯、小麥同馬鈴薯等食物入面嘅澱粉，儲存喺動物肝同肌肉入面嘅糖原，以及植物細胞壁嘅主要成分纖維素。脂質亦可以為身體提供能量，最常見嘅脂質係甘油三酯。甘油三酯存在於肥肉、瓜子、果仁、奶等食物之中。喺我哋嘅身體裏面，脂質儲存喺脂肪組織入面，作為能量儲備，同時保護內臟，並減少熱從身體散失。脂質嘅其他功能包括製造激素，同作為細胞膜嘅主要成分。蛋白質用於生長同修補身體組織，亦用於製造酶、抗體、血紅蛋白同某啲激素。蛋白質存在於肉類、魚、蛋、豆類、奶同乳製品等食物中。蛋白質都可以為身體提供能量，例如飢餓嘅時候，當儲存喺體內嘅碳水化合物同脂肪耗盡，身體會分解蛋白質以釋出能量。其餘4種食物物質唔可以提供能量。礦物質同維生素身體只需要少量，佢哋嘅功能有調節身體嘅代謝反應等等。食用纖維主要來自植物細胞壁嘅纖維素，佢可以幫助糞便排出體外，保持我哋嘅身體健康。水對我哋嘅健康都好重要，記得適時補充水分啊！